请用钱。在老虎尾巴的艺术墙前剪彩，融合传统与现代风格，占地4000平，汇集吃喝玩乐的复合式商业休闲大楼虎尾之丘在东区重磅开幕。我退休了，想要讲为这个地方做一点事情啦。但是我办一些活动，和附近的那个居民小朋友可以参与这个活动。我的假日来这行行也好。找来东东餐饮集团合作，集结台湾本地与日本的热门品牌，包括从非洲进口咖啡豆的精品咖啡，最具台南味的牛肉汤火锅，亲子用餐好选择的日式家庭餐厅，还有近300平日本最大二手品牌的旗舰店。第一天的状况是蛮不错的，楼下大家吃完饭上来可以做个休闲运动，逛一下。所以这边也会带着我们的整个区域的商机一起。这边应该东区比较少像我们这样小规模而且好停车。这2家日本品牌是在日本是上市公司，是跟东东我们合资在台湾成立的企业。那我们Joyful我们今天开幕的这一家是全台湾第20号店，我们已经开20家了。那海德沃伍今天是第5号店，是我们目的在台湾要开出100家。未来广场假日时都会举办各类主题市集，开创台南旅游美食新地标。无论是亲子同欢、商务访谈、循环经济、享用美食等等，都能来这里。记者邱怀堂的报道。